同大家拆解一啲雅思必識嘅生字。讀寫障礙症呢一種症狀叫 dyslexia。如果有嘅人係有讀寫障礙症，即係佢有 special needs 啦，有啲特別嘅學習需要、特殊學習需要啦，佢係一個 dyslexic 嘅人 ，dyslexic。咁所以 dyslexia 就係嗰個 noun 啦 ，dyslexic 就係個 adjective 啦。點解我話頭先個生字咧係雅思或者初中必識咧？其實咧雅思同埋 DSE 咧出卷嗰個叫思維咧都係好簡單嘅啫，大概係去揾一啲你經常平時會遇到嘅 common sense 嘅嘢，跟住就問你睇法。舉個例，例如你覺得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，should they go to the same school as normal students？ 佢哋應唔應該去同樣嘅學校咧，同一般嘅學生？跟住就要你講一啲你嘅意見嘅。咁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同我一齊學雅思咧或者 DSE 咧，咁我而家有個超級大嘅優惠啦，一次過咧報讀30堂，OK？ 咁平時咧我係收600蚊一堂啦，1對1嘅教學，我係專注做1對1嘅教學嘅。咁而家咧有超過9折嘅優惠，15000蚊就可以上到30堂。咁咧1年內用完呢一個 package 就可以啦。咁如果你有興趣咧，我幫你去透過我嘅教學咧，去提升你嘅 grade， 提升你嘅思維技巧，令到你可以攞到你心儀嘅成績咧，就要 DM 我啦，或者可以 WhatsApp 我66270418去查詢下我哋最優惠個 package。我淨係收3個學生，有超過9折嘅優惠，600蚊一堂變成可以15000蚊就可以上到30堂嘅課程，只要1年內用完呢一個 package 就可以。裏邊有晒咧你需要嘅一啲 notes 啦，我會同你1對1嘅教學啦，去出題啦嚇，同埋去幫你改文，全部都包晒㗎啦，所有嘅服務仲可以喺好靜嘅地方去上堂添。有興趣咧就係 WhatsApp 我66270418，我淨係收3個學生。